上星期我哋提到唔少語言嘅指示詞系統係二分法或者三分法，但係原來有啲語言有四分法甚至更多添。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指示詞系統奇怪嘅分類方法。喺非洲擁有近億使用者嘅豪薩語，佢嘅指示詞係四分嘅。佢喺三分法嘅基礎上再增添一個極度遠離講者和聽者。我哋可以睇下呢四個例句。我哋見到例句 C 同埋例句 D 嘅 真同埋真分別表遠離同埋極度遠離，亦都有語言無分遠近，得一種。例如德文，佢嘅 adnomial demonstratives 就冇距離之分嘅。睇睇呢個例子先，可以見到 demonstratives das 係保持一致嘅，依靠後面嘅 here 同埋 da 表距離之分。更加特別嘅係喺太平洋上有個語言同時使用咗兩種分法，佢就係湯加語啦。佢喺 adnomial demonstratives 用咗二分法，但係 pronomial demonstratives 就用咗三分法。等陣先，啱啱嘅德文冇分，係話 adnomial 冇分。呢度嘅湯加語 adnomial 同埋 pronomial 又係兩種系統，佢哋嘅分法就有差異啦。咁呢兩套系統有分別係啲咩呢？咁梗係留到下回分解啦。